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晡日福气来呢个节目。客家电视29年，客家电视有一只节目名20年的，是大家都动手了个节目《闹热大擂台》。我相信动到个乡亲朋友咧，系天然机强下变态啊，强下天然机变咯。今日非常欢迎在绕墙道闹热大擂台个集中，然后主持人喺度现场，大家欢迎你个来宾，一开始咧绕墙，介是系你个集中人钟梦泰，欢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仲明他鬧熱大擂台同嘅強陽20歲咯。大家聽從冇想到，你鬧熱大擂台嘅劇中人係顏後生吼，聽日繞牆嘅係你嘅主持人吉娜，歡迎。鬧熱大擂台，鬧熱強下來，大家好啊！豐富根本冇來，我係吉娜。好嘞。厲害！這是鬧熱大擂台那個吉娜姐出場的特別音效，就是為她設計的。你看起來沒真用心，你可以解釋一下，解釋一下那個是什麼聲音？剛才那個是一個迷幻的聲音。什麼迷幻聲音？就是大象聲，就凶嘅嘅聲音。不是悶吉啊，不是悶吉。哎呦，可以就敵主持人同之中一個感情親厚。還好還好。我是迫於淫威之下，沒辦法。你們兩個感覺我是開發他的潛能。沒看懂，我好像教一招給他整條有冇？真嘅，對啊。其實這一集我也唔是用嚟訪問，你就用啥大嘴骨就走對的。哎，我們還可以指導我，是不是？主持。我覺得我訪問這一集阿里青台，唔過真嘅，基本嘅真嘅清風，你就得邀請到孟達的都要。哎，其實孟達你做鬧熱大擂台幾多年呢？差不多7、8年有。所以你的青春，都在這個節目。風天本鬧熱大擂台。風天本鬧熱大擂台。其實唔係就28歲嘛，其實講你20歲嘛。你20歲就做呀節目。差不多。哎，唔過真嘅愛同大家講一下，他真的很棒。為什麼？一個按後生嘅人唔講佢做，按用。青樓，唔會青樓，倆唔會。就會做其實客家電視台20年的長青節目，這裡面其實有傳統嘅老山歌也好，傳統嘅歌曲底下，哎，年輕人這樣的接觸真的很不容易耶。所以你在這邊也學習到很多哈，好似都青島東西，因為我從細就。看鬧熱大擂台，因為我是電視兒童啊，對，從小就是兩個東西陪伴我成長。因為我媽媽會看鬧熱大擂台，聽你就會易理解。然後從細看嘅電視節目狀態，哦，真的哦，真的，易理解。他到現在，他們會共發嗎？我是從小看到大，他以前就長這樣，對，他以前跟我一樣就是 B face。Baby face， 她吉娜姐是 E face，Elephant face。哇，你今天英文怎麼那麼溜？你看英文給不給英文敷衍樣吼？太假點喎，鬧熱大擂台就愛用，其實我也不是主持，就青島嘅節目啦。而且其實，我是真的流汗的，我現在這邊都有汗，那公司在發。到我現在按用給長途有冇？按用給歲數，其實沒有很喜歡聽別人說我從小看你的節目到大，你知道那個意思？我就冇了解。太真了，好，只有我，對啊。歌手真型，其實孟達在這個節目的投入真的傾城，也很有賞你。以前就會看鬧熱大擂台，不過呀，他幾天鬧熱大擂台的製作人哈，鬧熱大擂台20年咧，陪了好多人的成長，對不對？我們看一下鬧熱大擂台，鬧熱大擂台4大罪。我們看一下，你猜猜看，是罪惡的罪嗎？那個字是不是那是寫錯了？黑唔錯詩啊？4大罪什麼？第一罪就是真的哇！客家電視台某個綜藝節目，唯一的綜藝節目就是鬧熱大擂台，你看製作人跟主持人就知道了。對，你係剛用文化節目。來，最長壽的選秀節目，我跟你講，全台灣有乜個選秀節目超過20年誒？沒有，就鬧熱大擂台。你會講一下有冇製作人？鬧熱大20年來，嘅算係我從細我對他講嘛，從細我就看到台，4年嘅時間我係觀眾，差唔多5、6歲嘅時間開始看。少在那邊，差唔多嘛。20年，小時候我就是平安媽媽叫我看嘅鄉試係20關嘅賽制，就1對1 PK 有分年紀嘅，從一開始有兒童組，就會小朋友來比講故事，然後還有創意表演，係會有青少年組、沙飛組，還有衝槍組來唱客家傳統嘅山歌。然後1對1嘅 V 面嘅賽制就唱5等獎，5等獎用嘅5度關獎5萬，對，你來陪我來陪，大家一起陪。哇！5等
等奖两边应该较舒好了，不适啊。要再喊麦了哈。有等奖，对，两边两边啱啲啱啲，有冇看过？冇看过，还没冇看过。嘿，少啦。你介绍得了就嘛？没有，就后来天意集团就是季赛赛事，就是对于全世界各地几啊办赛的客家乡亲朋友，运气起出几个前3名，再来比年度的赛，最后会选出客家的歌王歌后，都也下过很多保卫争霸赛，就是也是卫冕的新的赛制、卫冕赛制就会卫冕者。每次5位来比赛嘛，然后卫冕者其实他第1名就坐上卫冕者宝座。过10关以后，连续10关哦，连续10关，就做在神秘关注。那东方如假使讲冇第1名，冇错时候下来了，你就会从头开始比，就像抓交替用的，抓交无限轮回有冇？唔过对俺来讲，青春我哪里的奖金真困难？当然哦。青昆男的意思是嘛？个古时候农业大学出来的歌王歌后是真的实力派，对，然后也皮用青岛安用的歌数。客家重要的事情是因为孟达开始之后，其实加入了流行组，港业流行的部分，还有一些像是一些新创歌手的一些流行舞台，要青葱牛，对不对？也不是只有传统的，你可以只有传统。因为我知道传统的东西一定会保存以外，新的客家的演出啊，演出会赶进来，一定会进来，不然就会感觉有一些断层，有没有？而且很重要的事情，大家今天听说的歌戏的声演，其实在客家的流行歌曲地都播了很多的种。我觉得现在其实是一直在收割。俺吃到农业大旅腿真给黑。这些歌手上面一个很重要的舞台，青春的舞台哦。以我歌数来讲，是一只青后的平台，真的可以露出的。对，而且孟达会为台港打造一个好像那种创作歌手的一个专属小专场，哎，用给港。有赏识会啦，他偶尔也是会发善心，做好事。有啦，有动到，因为有20年来出来动到的歌唱的人才，有唔关系出唱片的歌手，冇错，就会听一点，遇过最多的人才，因为像你伟哥也得过金曲奖的，太多的。今天节目可能时间竹凡不及备载，对啊，可能要记到那个族谱底部，对，搜寻。有啦，凊彩讲，就像吴永斌，吴永斌、王一坚、王一涵，就你比较得过，对，还有客家天意天团。没客家天意天团都有。对啊，你刚说错话，客家天意天团的姐妹团，二本猫啊，日本猫啊，春面啊，那一条咩？对，农业大旅团出来。真的，你看，大家都唔低，农业大旅团真劲，黑压就狗水摇篮，对不对？我们真的还有好棒哦，还有干嘛该哇？评审团最强大评审团，这种你好好解释一下，我们该是最强最大评审团。最强就是我们那个评审要来当评审，一定要有一定的资历啦，像你嘅传统族嘛，传统族像有你嘅戏剧学院嘅高中，苍永兴高中啊，客家山歌天后啊，你就要欣赏，田谷泰时恰去过欣赏，还有主动田春义嘅台湾山歌嘅评审，金牌评审欣赏了掉啊，像係真民族欣赏啊，卫生奖欣赏啊，流行族咩有青岛呀，青岛都大条名嘅，嘿，金牌制作人啊，像你嘅一家秀欣赏啊，也讲你嘅龙潭太平。哈马王嘛，就是有小提欣赏啊，好讲哈马，流行族嘅金牌嘅资中人，还有3金嘅嗰條有拿過3金的2條評審，像嘅廣播金鐘啊，你嘅七十位欣賞啊，還有講師飛欣賞，還有蒙皮書啊，連來客串的那個評審啊，客座評審啊，都冇咁簡單，全部都係有你比金曲獎嘅啊，嘉義欣賞、東欣賞、Miss 啊，最近有易煥嘛，還有像嘅陳美儀啊2條。嘿啊，全部都亲力会。对啊，总要讲点认真的嘛。强大评审团不能乱讲。好的，还有最后一个，这个你好好讲一下。这个是我看不识的，这亚马意思。这就是2人自由天收，你一人做事。你要他有马该兄会抱怨的，赶快利用这个时候。我正经，我知道佢就清理佢嘅地方係嗬，佢就會用
用一种装傻的方式，然后就是慢慢的让你就是现代陷入他的现代用词陷阱。现代用词就是康有清10文哇，10文嘅。拜类俺飘讲，係誰哦？拜類，你他講完秋某拜類，俺用嘅講法，哦，鼓手用法語嘅方式，斯文拜類啊。其實客家天是介老年大旅推，因為集中因孟達嘅關係，其實動盛起呀，動好高，動好聊，然後繞牆動冇強嘅來賓強下來到節目頂度，來挑戰動特別嘅企劃，所以其實唐講孟達佢自家還做了手板。內容動精彩哦！你想你甲鄉親們先聊下，你馬上等下好好去紹介下，到底集中呢啲做過乜嘅企劃。老爷大擂台，老爷共下來。耶！頭擺喺恰恰呢，真勁。嘿，個球風又進來進與時俱大家有發進。現嗎？你一開始看到還是4比3嘅比例，你好像是正方形按鈕影，對不對？它沒辦法4比3了，要螢幕都要比較寬，對，為了符合。你真的是這運動等於腦不是我每次我見擺看到孟達嘅事情，我就說因為佢嘅面，導播你看佢嘅面看也就會清露絲清10文嘅面。冇個本傑片嘅拜託佢下，本傑片嘅好唔好？唔該，講放滿錢啦。張希跟老爺上節目嘅時間，我係鬧到佢講獨生嘅，我想講佢用近期嘅順風2萬元啊。結果還有張底下資助你，我唔錯，對，你看這麼年輕又帥的製作人，又按10分，我質疑，好，剛才看到其實這一看到3代的主持人，所以吉娜是我們亞哈嘅主持人，對不對？我們等一下好好來聊一下。唔過講到上一台節目睇下有講到最荒謬嘅企劃，嗰時候亞馬莎做嘅這個字卡，是我們老爺大旅隊，老爺團吹，老爺團吹做。你真年輕用心誒，你就底他有多想。多想分享這些醜照，第一呀都有胸片，你會講他，我對第一張真的很好奇。羅哥，你這樣對待羅哥，你對得起他嗎？你按用剛走的。他自己本其實我記得羅哥佢去甲拿兩東西，記得聖誕節嘅特輯交換禮物，聖誕節交換禮物，你拿起來搞誒。哦，那聽一種去馬上，要不要按定一下？聽一種足夠都要片。要喺歌廳秀，歌廳秀。你要不演他講了呀？他剛有看過大白鯊嗎？陳金佩。你不是說那時候你幼稚園？對，那時候出生了嗎？可能。你該不會小時候就陳金佩的狂粉？我胎教就是聽這個長大。你很愛伴奏給陳金佩啦，天聰很愛做給那個木瓜秀。哦，還有嘛？左邊第一這個。對你這個造型很復古哎，你為什麼要這樣對待他們？是做翻譯歌的時間，就做舞女就是要比較復古一點，給這種感覺。真嘅，用你看自己劉海，你看她的鼻影有沒有？如花的鼻影和眉毛，有沒有？來跟大家分析一下她的妝容。50年代，差不多這種感覺。啊，你解釋一下要蛤蟆很用哎。哦，有時候體型啥？本色演出，他就是本來就長這樣啊。他平常是披人皮上節目，其實你平常時就長得暗有。哦，這個時候你們兩個就合體了，是不是？又合體了，黑貓。對對。還有嘛？還有嘛？該 keep 有誰嘅？嘿，那個。啊，呀，係總演節的特別計劃。他本來有首傳統歌，那鼓手看燈，你就把它改到鼓手看幕。為什麼？為什麼愛吃到你燒給亞東西的時候，你整個臉容光煥發，而且很有精神？是為了他們的特色去設計。加個研究喺 video 做兩條有嘅某一東西而存在。然後按鈕影黑貓，你昨天講一下呀，黑貓給我，第一個模仿嘅小朋友。小朋友左右右，生年以後狀態。
就变做亚种，就变做戳戳油油。笑点是什么？戳戳油油，然后变成就会变他赢他某张就对，比较不正。还有左右，就像平生欣赏，士兵欣赏还有差体会欣赏嘅，就立秋下欣赏嘅女仆装，女仆回到20岁，还有像有时候去欣赏看，有冇？佢变俩 C 模也没做的，有没有日本太妹的装扮？哦，有时候去欣赏经典扮相还不少。那发现呀，西种就会有时候去欣赏，对，西种都黑嘞。太气他做的，我觉得 cosplay 有时候可以欣赏经历，毕竟他是蛤蟆精，他要幻化成什么角色都很可以。对，我们下一集要个主题就会这样。你们很确定尤少奇老师唔会看福一类系吗？我说做的轻易分呢。你嘅节目底部都还有给其他的银号啊。哦，嘛该。就会蛤蟆，而且他还有蛤蟆家族。就会给单枪一集，还有一群全家族都会。对。每次介绍他就会呱呱呱呱呱。我说给了你的节目时间就请闹年。你刚好听到他有模拟呱呱呱呱给赏。有没有？我说给全家族的女生有没有？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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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吉娜姐的。好了。我说真给，你看这就是你做过真给，因为也只有闹年大旅团比较综艺，因为他改天是个节目，其实综艺节目轻 sell 啊，只有。闹年大旅团除了两岸讲一季是采访了哈，因为2年疫情期间嘛，冇办法比赛。古说2年期间，佢哋正经要上青岛嘅特别计划来做。古说本一只重伤青音症，所以来黑暗用。唔单止暗用，其实我们也有感动人的啦，也还亲后社会，其实有亲感通人嘅。对，得问一下哈，你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短短的短片，你同罗哥一起合作，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同罗哥合作的感觉跟感想？我知道因为张奎是来做了节目的时间，请来时间我也很意外啊，因为嗰两时唔伫要接2只节目嘛。古说后来礼拜6样的时间，罗哥就同我讲，你唔是紧张。你想要做嘛？你要做嘛事情，你讲嘛法，你就吃吃猜猜，你尽量讲，你那小矮啊没上来都唔怕。我就讲，那就谢谢罗哥，那我就会照办这样子。鼓手罗哥是一位非常照顾人的长辈，正经啊，你唔单像黑工你他幕后人员也都很照顾我。不过公司采访要他请吉娜主持，然后那大旅团时候，我们跟制作单位通电话，然后制作单位就说，俺得有上到1-3亿，俺就同佢讲，然后俺没有上到1-3亿，结果我们那一通电话，我们想的是同个人。哦，真的哦。对，你们的哦，那们的哎，他们是mun狗。对，然后对我们就是我就说俺先讲，俺讲出来之后，那一台俺没凶一定要3年，可是我们就太棒了。他可能是迎合你而已啊。有可能。结果呢，就吉娜跟罗哥一起配搭主持的时候，我们的感受是这样，就会觉得说，画面很满，俊男美女。不是画面很满，画面又好看，对吗？狗上又好谈，不会讲画嘛。因为不管用罗哥都是一个很资深的，对他其实真的就是我们的大哥安永你，就是他是很资深的一个艺人。或者说泰卡就会知道，其实吉娜在罗哥旁边，你还是一样很大气，就你不会担心，一样不会畏畏缩缩，就是你还蛮有气场的，可以站在罗哥。因为嗰陣時嚟主持嘅時間啊，就相當嗌學你嗰種什麼人好，而家進步一些啦。我就想講啊，製作單位唔會講，而且我就應該係很愛做7家吧。嗰時候我就做7家啦，就會按用嘅開音嘅這兩個節目。永清朋友家以為兩節目哈，就是一開始的時候知道哇，吉娜這麼會唱歌，就不是因為不是每一個看腦業大流的一個永清朋友都認識吉娜，不過像泰嘎都認識吉娜哈，我覺得這是一件很謝謝吉娜的事情，真的是重要。但現在泰嘎就認識佢，對啊，對啊，佢行到路風哦，永遠會衝過來，然後給翕相。重點是他還素顏。真的，對，你這什麼意思？你好，沒有，他的重點是要說，來素顏老八種某買整茶，空用暗講，黑牙意思吧？就是這個意思。你好壞，你好壞。你就倆意思啊！藝麗姐不要誤會，我沒有誤會哦。是藝麗姐想歪了。啊，我真係冇法度，黑公我同佢用啥大嘴骨，我可能會一下子滿臉都是汗。哎，有跟剛講，等一下，我們剛剛說這是比較綜藝搞笑，其實也有一個很感人的。我們是不是有一個不老騎士嘅故事？就係幾行年前有100，農業6個嘅時節，前一年度後係颱風日。就給俺部就接到一通天發，就有一個誰啦，佢就打電話來講，就很急嘛，佢就講，你聯絡到慢點嘛，
然后迄个来的，嘿。我爸爸带到屏东，因为佢明天要来台北录影嘛，不过嗰种是防疫动态，佢就我们还在讨论说要不要停止录影哈，不过就迄个无用铁台嘅样就我们就持续录影，好冇？哦，但嗰种事件不可能就向佢讲，隔壁阿爸讲防疫动态冇落，因为嗰种是货车、公车全部都停驶的，不过佢还要坚持哦。坚持去架去奥多拜上来，从屏东吗？从屏东，哇，走，你是不是不敢相信？你相信哦。然后他就失联了。对，甘普大家就因懂事嘛，而打电话问佢，不过都冇接，到今日就算10点，大家集合嘛，要集合的时候，全部人都来了，加福卡人要来，隔壁阿爸冇出现，不过我们其他人还是要照彩排啊、对戏啊，鼓手都一直都11点，隔壁阿爸还蛮多，11点。天发要冇假，都冇假，都联络不容易嘿。鼓手这样是他们的家人其实共振给挺紧张，口气那种情绪其实也很不好。我们也知道，一直跟他沟通，一直安慰他们这样子，会不会都差不多1点的时间？你就看到有位阿伯作水的，规身作水行落，规身毒到那湿，冻湿那样都会水，就那样行过来，然后他们全家人全部都是很像放下心中大事一下，冲过去，然后去关心他这样子，对，然后他才说，因为去奥多拜没时间才天发，不过他就半夜鬼呀用引起。Vito 来参加，Vito 来参加闹嘢嘅比賽，佢講佢已經答應了，就說我們的競賽用，很像放鴿子還是用，會造成我們的困擾這樣子。不過後來正式錄影時間嘅知道當，唔盼的係講佢，因為佢也去好多擺嘛，因為上映一定冬天，嗰時候就冇表演好，就冇過關，知道挺感動嘅係，因為阿爸為到你節目願意做到安樣，就為到都推動從山高本大家談，那種精神係當感動，要當唔盼的嘅一件事情。我其实听过这个故事，我谈过俩故事，我第一摆谈到的时间，我起到非常不可思议，因为他为了要上台，去到拼动去奥多拜去到推背，然后家人都找他，他像失踪一样。其实那一次我们讨论了很久，可是我觉得好适合拍成电影哦，他就很动情很天然，有吗？他又动到，他又动到感同应该故事，好，你先聊下，等下常再讲。因为到番伊就咧绕墙到农业大旅推介集中营孟达，因为你个主持人吉娜咧到节目里读了大家的分享吼，农业大旅贴到事情做讲诶，太有趣了。不过亚吞节目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很重要的选秀会，可以吗？选秀会，选秀会就係到7月22號到新竹湖口。去攀選秀會，分享大家來了哦。來了，他是講你又好吃又好拿哈。講到選秀會真係真好搞，裡面連鄉親朋友親也請。故說有場是去到新竹啊，美麗嘅片啊，美麗是他那個自己那邊嘛。就有青島嘅鄉親朋友會準備東島好食嘅東西俾你。像你嘅桂蘭仔，我還記得有一擺唔啲包。中誒，加80中誒，正經唔單止係你鬧嘅團出嘅人士聽聽哦，來參賽朋友 NBA 都會送嘅電路嘛，佢係一殺送一殺中嘅樣嘅，哦，呀，真嘅就會有錢，呀，真嘅就會有錢，有錢又有錢啊，正經啊，咁差貴人啫，有錢冇唔錯，因為那個成本很厚，係啊，唔過行較重要嘅事情，七家包嘅係冇，七家包嘅，哇。懂感通啊！你到底做了什麼事情？果然，唔好用講個人的魅力吧。你瞬間係採訪咧，因為個鄉親啊，可能有啲係只有來比賽嘛，故所都用認識嘅。看到佢嘅時間哦，
对不对？非常年轻，孟达帅哥，制作人帅哥给我亲眼看到，他就是立正站在那边，然后相亲就在那边排列了，有吗？然后一闪一闪那么给他就实话在那边，然后让大家报这样。没有实话了，有明明就实话，你就是立正这样。所以你讲的是实话。对，我啦，知道这同性朋友大拜先收费之前哦，就会董业勤会打电话来，我们用件事情，主持人罗哥吉娜姐会希望，听一个就会，然后那个小帅哥会希望。然后知道那个小帅哥嘛，我好奇有没有低？很低啊！我是觉得现在相亲朋友是不是就跟脸皮可以厚到什么程度？我觉得我主持这一集好轻松哦，感觉我们是攻方，你用起来就大追顾就这样，你们两个像是你们要不要组双口对口相声？有没有？可以互相羞辱的吗？那可以。我很贵哦。OK， 继续，然后呢？好，无啊，就会讲，重点要讲乡亲朋友正经对人嚟亲招呼。除了讲记得好冲过来参加会线嘛。应该恋爱主持无去救吼，无，连他讲起来要差不多7年余嘞。都有的乡亲朋友可能他每一场都跑，你知道吗？忠实粉丝之类。不过真是10個禮拜感謝所有嘅鄉親朋友對農業大旅推嘅上下啦，因為你去到動都嘅提報，大家動業親個對你也非常嘅照顧，所以我覺得我們也非常非常喜有鄉親朋友嘅照顧，然後到彼此真的感謝。尤其係7月22號，你嘅星座嗰邊復刻黑公你想去看吉娜老小帅哥，小帅哥，我真的觉得，你會流暢，你會流暢，你嘅台詞架來係開線嘛，因為咩貼片流暢一 V，蔡顯聰希望做得流暢多啲，顯聰有一 V，神秘嘉賓，對，所以講嘛，我們特別做的貼片流暢啲，然後有準備，還為他做好，因為我們報名表擺好，對，有一 V 報名表，擺在腿上，不要亂動，履歷，來，履歷，客家先收費，農業大旅先收費報名表，報名者羅憶梨小姐，今年18歲，燕聰歌曲係頭髮葵，你們沒有他的比賽經歷挺厲害呢。新富鄉公所五牛公主選拔第2名，我今天終於知道我有外號叫五牛公主，龍潭太比同兩組歲，兒童組第3名啊！我幼稚園嘅經驗嘅事情嘛，所以從藝術比賽第1名，哇！你們做這張卡，請問一下我們的企劃知道嗎？冇，唔單槍按鈕，我們連禮物都為你準備好，因為你有會先時間啦，都會有禮物。今天就是要誠摯的來邀請我們的憶梨姐，等下太家堂，憶梨姐衝就抵。會線跟時間會有聊，還有兩這個杯套有冇哈？還有你農業大旅推嘅T 恤，啊，這個我是穿不下的哈，這個是不友善胖子的 T 恤，還有你充電來咧，你傳統組嘅第1名，以後送過來你的憶梨姐了，來由製作人來我們受齊，有沒有？對，他跟賣線，那個籌備之後用哪個？憶梨姐。燕聰歌曲嘅頭髮葵哦，來，燕聰做的燕聰一支嘅，來本來你嘅觀眾朋友增加你嘅心情有嘛？你是把鍾怡晴放在哪裡呀？我們真的農業大，我們我一來還可以講歌手是鍾怡晴代表嗎？冇，你有嘗試？T 恤拿了，T 恤拿了，T 恤要做一下嘛？做一下嘛？P 一下也可以啊。充電唔係兩條 T 恤兩種東西，充電係憶梨姐會可以再充過，充基本人你嘅觀眾朋友，福起來嘅觀眾朋友更是堂哥。是誰沒有跟我蕊說基本上6亞是不有暗用嘅橋段？然後我們就請。等一下，你知道我有快問快答的單元？那不用做，沒關係。這個不是重點，這個拿掉。我們先搶那個憶梨姐來簽名一下，搶名一下。我當天會包粽子去，好不好？真嘅哦。好。按搶下以後，你就先來連衝一下哦。頭髮葵做得衝一支嘛？一支青菜，一支就好。我一定要將我的第一次體育擺改重構本農業大旅推嘅海選，所以不會是今天。冇啦，我不知道什麼，我不知道。你不要唱頭髮葵，你唱先先後順。2選1啦，2選1啦，好冇？做得嘞。
头发快嘛？乡亲朋友哦，大家弟咧哈，走综艺节目嘅其中一案件，大家从不会记得安排，我完全不知道会有这样，你们两个一起。你哈波影出卖你了，真的也还你哈波影凶哎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只是配合。哈波影黑骂啥，就会你的气话铁柱啊。哎呀，我们只是小小在客台小小单位工作，给你。铁柱，你给我卡声音一点点，给我小声一点，没有没有，开玩笑开玩笑，哎。你们真的好可爱哦，太喜欢你们了。姐唱歌才可爱。对对对，我刚有很可爱吗？有，他对你笑，蛮准的。你是说跟谁比？哈，就是跟广大的我们的福气来冯一伦的观众比。少在那边，气死我！换线屁吼！哎，罗艺玲，泰卡迪莫，我们现在节目只剩下2分钟，然后我拜托金行还可以快问快答。没有，我还是想问一题。哦，好，哎，你们有知道这题目吗？你的泰卡唔低哈。好，你们动作要那个不能用想的啊。请问一下，因为一直我们大家泰卡都迪孟达，其实你知道学识渊博。博学多闻。不懂，我不知道。你跟我开讲，我就有点知。好。一首3大调，你知道3勾字，然后漏3勾，然后平板，然后不含标点符号，请问几个字？米斯巴斯。正确，为什么你们会？啊，玉姐如果听了8年也。好，再来。8字。好，请问一下文学歌词，注意歌词，我暗示很明显哦，哈。黄河入海流的前面一句黑马盖。白云山尽。我还没有讲，这还需要选择，这还要选择题。答案是滚滚长江水，滚滚长江水。哦，你说歌词吗？歌词，你看，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哎，我觉得太有趣了。我要接下来，问一下哦，闹热打擂台选秀会喊芒希沟的县市有哪些？大概台澎金马，澎金马，台东，绿岛，小琉球，好，正确。再来。怎么办？好想再问题，那我再问你，问一下，摸一海传统组冲狗老师每唱必哭的传统歌曲《永情兔子》。你们真的好棒哦！流行歌曲，每唱永远。你们真的太厉害了，好棒哦！哇，今天的刚加亮啥的都鸦片，我知道阿勇跟节目真的1集不够，你们可以下次来1次录2集吗？看一下通告费啊，可以8集，可以8集，上瘾了。真给，再一次谢谢孟达，再一次的感谢吉娜哈，哇，所以希望看今日 Andy 復起來呢個節目要遲到，非常嘅歡喜啊，非常嘅長樂。好，聽下來 Andy 嚟做完同了。好看復起來咧，節目嘅鄉親朋友，我記得去到 Andy 嘅面書咧簽站哦，還有填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，也記得留兩支影片分享出去哦。